其实咱社会上一直拢有真侪家庭的照护者，因为无人通退休，所以就无法度休困。即马民间团体是推出创新的互助休喘的试办计划，两个人做伙来照顾4个到6个人，毋但是会当轮流来休困，也会当解决骹手无够的问题。 欢喜甲查某囝抬杠，社工也伫边仔互助协助。今年88岁林妈妈中风了后，引起血管性失智症，佮因为欠外界刺激，病情渐渐恶化。原本是一专心照顾母亲的林小姐，虽然有需要的时会申请休喘服务，也毋过家己一个照顾的压力，也是互伊真歹休喘。一直到报名使用互助休喘服务了后，才互伊知影照顾原来会当安尼做。人力算很足，然后而且比如说这几个长辈。 来讲，今天轮到你帮忙顾，然后明天换帮忙顾，这样子，好像我多了一些家属在帮忙一样。 目前长照2点控，伊对伊居家休喘，一天上侪申请10点钟，政府负担3850块。也毋过中介收入甲一般户民众，逐个月也是爱依照使用照顾服务项目，有5%到16%的自付额。佮因为照护员人力食力，加上有一寡家属无放心生子等因素，使用率偏低。即马民间团体推出的互助休喘试办计划，由一位专业照护员搭配一位照顾者志工照护员，以2对多照顾策略，一摆照顾4位至6位适龄失智还是身心障碍者，佮一位照顾者志工，只要照顾1天，就会当换2天啊有药休喘。是鼓励家庭照顾者出来预约换工、预约喘息，然后他们跟1位照护员搭配，然后也可以透过这种人力的派遣和媒合调节，可以达到真正可以喘息的机会。陈建良表示，互助休喘除了解决照顾服务人力不足的问题，也希望家庭照顾者行出孤立，透过同齐合作，会当安心交接，也会当增加照顾者甲被照顾者社会参与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